后来乡亲继续要来讲补假补班这个问题。以往一年落来，差不多只有3届爱来补班，但是今年的补班日高达6个，有袂少人补班是补假哀叫。上班族滚生笑，讲这是补班魔王。所以人事行政总处针对着明年的补假，研究着5种的方案。讲目前是要采用补班上少的，也就是只有小年夜来单性补班休困。消息一传出来了后，民众出现着2派的看法，有袂少人表示赞同，但是有更较侪人认为，若是无年假，就无法度好好规划假期，会造成困扰。今年虽然年假济，因为对袂少上班族来讲，应该算是真艰苦的一年。因你看这个日历，一年上济3摆补班日，这摆拄着10年1摆有6天的补班，有人讲这是补班的大魔王，甚至捌引起民怨。人事行政总处对明年的办公日研究出5种方案，上可能是上少迄种，也就是讲，干那为了每今日一天休困爱补假。调整为除夕前1日及儿童节及民族扫墓节。在尽可能减少调整放假及补班次数的前提下，其以民众可接受的最大公约数进行调整。就是我变成我安排时间，我没办法连续假日啊，然后我就必须要这边休息，然后1天上班1天再休息，这样就是很不方便啊，所以最好是连休。见人就休，有可能拄到无年假的情形，对着有其他规划，也是要出去游览的人来讲，真正嘛无方便。有好有坏嘛，因为对那些想放假的一定是不好的啊，还没有办法安排一些比较长的假期，连续假期对做生意的人当然是比较好的，对那些工厂的老板什么，他们会比较觉得不好。要扫墓的人啊，还是怎样之类，会不会不便呢？不会啊，就直接放吧，再另找别日就好了。又不一定要当天去。年假济补班日嘛济，无补班就无年假机会，所以讲无论是倒一种的结果恐行，拢无法度满足所有的人。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hat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